以上這個世間嘅黑道講到啲小擔心，這個大答唔有托hết在這個嘅生活中，但係我嘅聖經講在咧馬太福音6:25節咁樣講到，耶穌講到，因為我講你哋樣唔好少你嘅生活，你愛作賣，愛食賣，愛飲賣，所以你嘅身體愛作賣，你唔好少，但係佢講啲家啲生個重要，比一切這個食飲作嘅，嗱，聖經講家啲生個重要，對於食用這個明明需要，但係最重要，這個生最重要。呢個馬太福音6:33節有人講這個啲，但係先簽上帝嘅真理，及簽一個天結，然後要食用作飲。佢增加本質價，嗱，1個人頭你提叫這樣講設價啲，對於隆重嘅這要寫出呢個聖經度，係咪你唔識看到在你目睭裏，你耳孔裏是唔識聽到嘅，你心中道理唔識諗到，嗱，隆重嘅這上帝準備將本質嘅人類埋殺寫上帝殺，所以設價這樣。相信上帝，寫上帝，信任耶穌係個上帝，簽一個天結，簽一個真理，隆重一切食飲用作嘅增加分析價，沙食價唔好懶死，喺世間喺度係企呢咗熱天，大家要食要用要飲要作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